你看印光大师，他讲了一句话：若仗自立，你要依靠你自己的力量，你要修戒定慧，要修戒修禅定，然后开智慧，你要修戒定慧，以其断惑真真，要达到把烦恼全部断除证到你的本性。各位，证到本性，烦恼一丝都不存。你有可能吗？你有可能吗？你做得到吗？你是这一块材料吗？你做不来哦。现在这种环境，还有你的根性，你本身的基础，没有办法做到这样。你希望能够了生脱死者，有这么一个对象的人，他要断惑，断一切的烦恼，断一切的罪业，然后证到他的本性，然后明心见性，能够这样来了生脱死。这种人名为通途法门，就是一般的、通常的，都是通常的，大家都是经过这个阶段，经过这种方式，最后成就的。最要达到那种了生脱死，这个叫做通途法门，就是一般的，知道吗？叫做通途法门。如果你具有真信切愿，真正的相信，我一念佛，阿弥陀佛要救度我，我的愿是迫切的，我一定发愿到西方，我这个愿是真的哦，不是骗人哦。我持佛名号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我把佛号就是一直修持，我就不放嘛。持就是抓住它，不要放哦，不要放，就是持。我把它抓得紧紧的，把这个佛的名号抓得紧紧的，时时刻刻。你看，我清净心我念佛，散乱心我也要念佛。我现在开心的时候我也要念佛，我在伤心的时候我也要念佛。有事情的时候我要念佛，没事没事。我现在很空闲，我也要念佛。随时随地我持佛名号，这个佛号我就抓得紧紧的，抓紧紧，以其仗佛持力，期待的，我希望我要靠佛的慈悲救度力，救度的力量，我往生西方者，我发愿西方者，名为特别法门，这叫做特别。什么叫特别？你这个做不到。你自力的修行，你根本一窍不通，连边你都沾不上的，你根本没这个条件的，你不符合这个要求，你没有办法，你要靠你自己没办法的人，怎么好？你只要念佛，佛就不放弃你，救度你，这叫做特别。特别在这里，这特别，这佛大慈大悲，为我们这一种不懂修行的人。造罪造业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只要你念佛，我就救度你，包括了地狱的众生、恶鬼道的众生、畜生道的众生。你看那个罪业有多重哦，那个罪业有多重？但是你只要听到佛号，能够跟着在心灵上面也想哦，原来这样，我要念佛，他有这个意念，佛就永远不放弃他，照样救度他。你们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没有，各位？所以这个叫做特别，特别在哪里？就在这个特别，跟别的不一样。所有任何其他一切的法门，你没有办法拿来跟念佛这个念佛的这个修行方式比较，没办法比较。唯独只有这一个念佛法门才叫做特别法门，说完全依靠佛的救度力量，我们能够跳脱六道轮回，离开这个生死苦海，发愿到西方。各位明白没有啊？各位，这个叫做特别。我找了40几年才找到的，找了那么久才找到这个特别法门。你看我花多少钱了？不计其数的款项，但是最后我就希望我所修学的佛法，我自己可以成就，让所有有缘的众生都可以成就。我是为这个事情在努力的，希望人人都能够成就。后来才知道在经书里面清清楚楚告诉你一个特别法门。哎呀，阿弥陀佛啊！我花那些钱呢，太冤枉了。那些钱我拿来去救济啊，不知道有多好啊！现在有一点后悔，但是呢，也是要经过这样一个锻炼，经过这样一个磨练，有这样一个过程
我们今天才能够很荣幸的，有这个法呢，在你的身上还可以把它发光发亮，让这个法能够弘扬开来。各位，所以这个法现在在全世界，我每到全世界各地弘法，那么我都教导大家一定一心的念佛。好，今天简单报告到这里，让你们都知道哈。阿弥陀佛。